来看高雄有查到3间高级超市的分店涉嫌偷改食品的安全期限的标示，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。问话了后，这个负责人也有店长分别以200万、20万交保，3间分店嘛拢暂停来营业。那你知道改标的事情？不晓得。员工行出去2次了后，铁门就随拖落来。这个伫高雄市文化中心附近的超市，逢查到因家己甲食品的有效期限改掉，3间门市小人刷甲铁门拖落来，暂停营业。买来买过的民众拢感觉真意外。就很奇怪，感觉好像怎么有一点不可思议啊。比较稳定，对，所以才会来买。所以虽然价格高，可是还是会来买。门市的据点就伫高级主体社区附近。对外拢讲，因咧卖外国进口的海产等等高级的食材，那就因为销量歹，县长的负责人甲县委的店长叫员工甲烘番薯、青下肉、甲火锅料等等265包食材，用透明的袋仔分装，再搁用店的机器家己拍标签，小片延长或者是甲有效的期限改掉，去互高雄地检署会同卫生单位抓到。中信负责人黄姓店长均涉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、刑法加重诈欺、伪造文书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。当庭预支分别以200万元及20万元交保候传。非常不行哦。对啊，而且如果让小孩子吃到过期的食品，应该是不太好。年就要到啊，业者上准这波相机，无顾食品的安全，互唔知头唔知尾的民众食落巴肚底。卫生单位已经甲有问题的产品封存，嘛甲过期的商品落市。检方要积极来追查，理清受害消费者人数，也有不法所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